很多人以为多看几次盘面就能多赚点钱，实际上盯盘越频繁，亏损反而越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的波动本质是随机且噪声占大头，频繁盯盘只会让你被短期波动干扰，产生过度反应，情绪变得焦虑不安。你会忍不住频繁进出，追涨杀跌，反复调仓，实际上降低了胜率。真正的概率思维是建立在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认知之上。你不能控制每一刻的价格走向，但可以控制交易频率和仓位，避免频繁决策带来的认知噪音，减少盯盘，提升决策质量，保持系统纪律，才能让概率优势真正发挥作用。盯盘不是交易的核心，概率系统才是你长期盈利的基石。助为客，少走弯路。